后来乡亲啊，这个地震阁来了。早起的9:45，花莲市发生着规模5.3的地震，上大震度有4级，而且伫15分钟内，同一个地点总共来发生着4届的地震。地震中心讲，这个震央是伫咧中央山脉的东边，因为欧洲、亚洲的板地甲菲律宾海的板地相挨挤造成的。震源嘛较浅，所以全台湾拢感觉到地震咧摇。讲这个地区过去50冬来，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着15届。未来2天内，无排除还阁有规模4.5的余震。花莲李溪潭风景区的镜头一直海水面发水影，民众厝内水族箱啊、鱼啊嘛乌白撞，拢是因为花莲有地震，民众真有感觉。好像左右摇晃，左右摇晃，出去了又跑出去了。震央地盘影响，早起9:45发生规模5.3、深度7.2公里的地震，较无1分钟，又搁发生4.4的地震。伫9:54到9:59又搁发生规模3.9甲规模3.7的地震，等于是讲15分钟内有4摆的地震。我们研判主要的因素应该还是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互碰撞挤压所造成的地震。地震中心表示讲，4摆地震震源拢较浅，所以讲全台湾拢有感觉。近50年的历史来看，它发生规模5.0以上的地震，大概就是15次，含这一次本次地震，总共15次，几率也不是很大。透早小连续4摆地震，连带代替的班次嘛万分，后里到斗六以及清水到彰化，以时速60公里慢慢的比赛，并且伫10:23恢复正常，影响有7个列车，总共66分钟。地震中心表示讲，未来2天有可能又发生规模4.5的地震，提醒乡亲爱细心。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